因为这个莫拉克风台，所以高雄甲线的小南村从此伫地图消失。沿着南马坑山溪，搁往顶游行去哩，那马下即庄嘛是损失惨重。其中南沙路是生态严重的灾区，当时也未改名的民族村，也就是即摆的南沙路，一大片的土石流灌落来，这个厝半倒甲全倒的有20外栋，有26位的乡亲不幸来罹难。洪灾过后，南沙路防围做危险的区域。真侪族人被迫搬到山脚，住伫个永久厝。虽然暂时有厝通住，但是找无头路，对山脚汉人的文化嘛真无法度适应。伫即款的处境之下，灾民是安怎重新徛起来的？因嘛真挂念山顶的厝，但是敢有法度转去呢？咱伫另外一个部落打卡努瓦，是看到居民发挥在地力量。努力来找找出路。继续就对着华视新闻的镜头，咱来去那马夏。莫拉克扫过南台湾高雄山区海了了，出入的山林被大水吞去，眼前看到的拢是放弃的路、甲长期的桥，还有冲坏去的厝。重回莫拉克风灾重灾区，记者旁边这一条就是南子仙溪。当年因为河水暴涨，加上山崩土石流，小林村因此遭到掩埋。不过再往上游走，还有纳马夏区的3个部落，当年也造成了不少伤亡。在后通到部落的路沿有真侪土石啊、砖仔头，拢是残皮景象。南沙路总共20外栋的厝歹去，26个人不幸罹难。深山内打卡女娃，即是路断去，雨水冲歹家园，中建之路变成灾民，无法度回避的考验。2019年，采访团队入去到南海社，沿途已经无看到10年前灾难的痕迹，过几个月，原来到海拔800公尺的打卡女娃，这个伫高雄第29线的小部落已经恢复生机。大部分的窑烤都是用龙眼树，那我们纳马夏这边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梅树，就是小农他们在整理他们的农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跟他们买那个木材。山内芳店有真高的茶芳，伫过火这个是部落人叫伊大姐芳店的总铺师林江梅英，干小妹阿布伫外界帮助之下，做伙开这间用油烘的芳店，为部落铺中建之路，嘛温暖族人的胃。刚开始我们只是说，我们盖这个窑只是为了防止就是断水断电，我们没有路的时候，然后做这些食物借着那个窑来。在部落就这样子分享给部落的族人这样吃，结果没想到，因为我们这样子一直练习，后来就真的就卖了。洪灾过了后，南马社无水无电，搁被列为土石流潜在危险区，因过族人选择登去部落，拍什么为芳的土地中去挖出生机。部落的负责人开辟产地，希望讲活化部落的经济。2013年出名的烘焙师傅吴克己将油带入山区，2015年芳店正式成立。面包里的玫瑰就是从这里采摘出来的，而这一小片玫瑰园就是风灾之后，经过大家不断尝试努力，成功栽种出来的心血结晶。真适宜，咱这个无毒会使这玫瑰，族人自产自销，利用在地农产做芳，无难改良这色素甲香料，做出有台湾原住民特色的后色的芳，嘛为部落提供工作机会。我们不能一辈子都靠外来的资源站起来，你自己得要站起来。走过10年真的是很辛苦，因为你要怎么样留在部落生根，你要怎么样留在部落安定，真的是会面对部落很多的拉扯跟紧张。希望就是可以以我的力量，让大家知道，其实年轻人可以回原乡的。你再重新的去看你的家乡，再去看你的部落，它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糟。为失去家园的悲伤中互相安慰，传达温暖。打下女娃挖苦一口油，完成了部落在地永续的生存，并且发挥少年人返去故乡，经过灾难在芳内面求生存，因在比别人更加坚强。欢迎来纳马夏，耶！规大片的果仔树田在南沙路部落的山谷内面，除了水蜜桃，果仔树是最近几年来原乡上青的农作物。
南沙路部落伫8八风灾受重伤，政府为危险居住地要求迁村，多数族人搬到山脚三拿大爱园区，山顶嘛为本来160户，村10几户。把我们丢到山里，应该还要过一个区呢，夹仙区啊。你说原住民把你丢到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，已经没有办法生存。这边就是我们教会的礼拜堂啊，我住的地方就是在教会的后面那一边，就在。对南沙路居民李慧民行入伊山顶的厝，阮才发现讲，其实就是教会内面几间房间，一家伙的3个人都伫遮过日子，因为真正的厝早伫咧10年前和土石流冲坏去啊。不管怎么样哦，要先守住我们自己住的地方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，因为即便你没有房子，你有土地，你都还可以生活。永久物住在那个地方，除了房子还是房子，你就会变相很辛苦去找这个就业工作机会。52岁马元全本来是南沙路艺术的工作者，在后规个伙搬到永久厝，为了渡山长承包山区工程，逐天就往回2个所在。现在的话大概30几公里跑不掉。每天？对，来回就60几公里。很辛苦哎。没办法。厝内要87岁老母甲囡仔爱饲，生活更加艰苦，喙齿筋嘛会加咧。离开部落嘛失去筋，这款的家庭伫三拿区永久厝的大爱园区，并不是特例。其实当初我们也是没得选择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划定为危险区啊，没办法住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只能选择政府挑的地段给我们居住，只能适应了。2009年11月开工，过当年2月就落成的大爱园区，规划安达南马社小拿药桃园6区等地，总共1000几户的灾民，并且协助就业。不过10年过去啊，大家过了好无？然后我们第一期进来的就是用筹钱，然后我们第2期的就是被分配。38岁温雅玲是桃园区的灾民，红赛过身后，为了照顾囡仔，无到去上远的所在做事，只好伫附近找线工过日子。含较早未密集，伫山顶过会使自给自足。山上的话，山上还有农作物可以做，就勉强糊口这样子。对啊，在这里的话，哪来的地？像山上的老人家，如果真的通通下来，他们真的像我婆婆讲的，会闷到生病。住伫永久厝，无较早的青山绿水，嘛无看到老厝边热情的互动，生活习惯甲文化影响，拢都要重新适应。好，居民更加烦恼的要有大的安全。你说10年的岁月，多少房子一定会有一些毁损，这是必然的。可是来的时候就有裂痕了，那怎么说？这里啊，我真的怕它直接断壁，你知道？壁的缝是愈来愈大坑，甚至会使射入高度0.3公分的50块的银角啊！另外几户的料理台拢无法度用啊，生活环境和因所想的无同款，加上人拢搬出去啊，大爱村渐渐啊凋零，唔但捌有灾民轻生，更加变成治安死港。你有没有想象过一排都是空屋？你敢踏进去吗？几年前吧，我们这边失窃率很高呢，偷窃的，像我就是其中之一啊。我还睡在客厅呢，我的热水器被拔走了，我都还不知道。联合国他们去重整国际上非常多的这些重建的经验，这原则就是说救灾的时候要快，但是重建其实要慢，你必须要预留一些空间，让他们可以有稍微比较充分的讨论，你自己决定他们日后要怎么去发展。2009年底，高雄灾区10外庄仔头，捌招几百位村民上街路游行，要求灾后重建袂使干那由政府甲专家主导，嘛爱听村民的声音。10年后，阮听到同款的申诉甲检讨。政府也许基于当时前面的救灾不力，遭到社会的苛责，然后灾民确实也很多不满的情绪。我想有一种弥补灾民的心态，所以他们其实后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然后慈善团体的主导性太强，所以灾民的声音凝聚共识反而变成次要了。所以在于我们凝聚共识之前，前面都决定好了之后，后面内部的撕裂难免。重建的过程运用在地的某一种沟通的机制，不一定是直接
这个从外面进来就要去跟他们在地做沟通，而是在地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沟通的模式，我认为可能会有帮助了。我是觉得这一次10周年重建，政府检讨的不够。重建不是一个重建会成立，然后我们5年结束就解编了。我一直呼吁政府应该有一个单位，你小单位也好，一直累积在那边累积经验，然后他一直在协调 NGO 的资源。那每一个地方发生灾害以后怎么安置，要做这些计划，然后也要演练。过程里面，诺拉克里面我学到很多，然后我相信大家都学到很多。那这个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。中间过程4年政策甲无沟通，辜负了外界富裕，造成部落四线嘛变成一个灾民10年来最大的遗憾。经验过乡失去亲人甲家园的疼，经过坎坷无眠重建之路，因对山林的向往甲对原乡的记忆，唔捌放下还是放袂记。无在着山顶的厝真远，艰难的挑战要伫眼前，但无只要无放弃，漂泊的部落，最后一定会行出新路，找到希望。